正啊！帶兩地牌，首期10萬蚊，帶車位，仲帶埋靚裝修，至緊要係現樓啊！即買即入住，無需等待。落樓就有香港直通車坐，每日8個班次，隨時隨地60蚊雞返到香港，唔使坐飛機去法國啊！落樓呢就有10萬平方米嘅法式風情園林啊，仲配備咗會所泳池俾你，單價萬幾蚊，141平方，做到咗4+1房，即係5個房間，南北通雙露台。堪比大4代住宅，帶全屋嘅智能家居系統，手機 App 聲控就可以輕鬆操作，帶全屋嘅中央冷氣，廚房浴室咧都帶埋涼把俾你。141平方做到咗雙套間，3個洗手間，主人衞生間咧仲可以擺得落大浴缸啊！嗱，呢個戶型咧3代同堂住都完全冇問題，各自有各自嘅隱私空間，互不打擾啊！依家首期10萬蚊咧就可以立低呢個5房南北通嘅單位，帶靚裝修，仲帶埋兩地牌俾你，帶埋車位俾你。你通勤港澳咧非常之方便啊！不但止你有個家，你部車咧都有個遮風擋雨嘅地方啊，唔使煩惱啊！如果對呢個單位感興趣嘅朋友咧，下方評論區留言1，我發詳細資料俾你。